台电第一站飞举办新进人员的考试，按算要录出1778人，是声全台湾超过17000人来报名，平均录取率差不多是1成左右。考试前赶时间读重点，做最后的加油。伫国家考场内，考生拼命写。台电公司则是伫台北、台中、高雄、甲花莲拢总12个考场进行新进的雇用人员争取。因为现在生活就是几乎都不会动了，对吧？所以比较希望有一个会成长的工作这样。原本是国贸系，然后就想说来考看，就想说来试试看，考个经验。如果考上呢？如果考上就再考虑一下吧。有人介意稳定的工作，也有大学生想要伫就学期间先试一下能力。因为台电最近逐年退休的人数拢1000多人，因应退休的人多，阁要确定这个稳定供电加电力净零排放这目标，所以积极招募新人，一共录取1078人。今年有超过1.7万人报考，第一届来考的敢若55.1%，9807人，平均来考的录取率是10.99%。去年的到考率是51.9%，今天的到考率是55.1%。配电线路的部分呢，今年需要大概是403人，那报考的大概有2210人。我们这个训练是1年，那合格以后我们就正式的雇用。那他的起薪呢，目前是32000块。台电指出，各类别当中，配电线路的维修人员因为退休的上济，需要新人加入，所以这届课开到403人。若是竞争上界激烈的综合行政，是将近1万人要抢95个名额。预定7月18公布复试名单，8月15办理复试。除了这以外 ，NCC 甲廉政署拢有派人去考场监测，希望会当吓惊作弊的歪风。记者综合报道。